Hello，我哋歡迎翻到嚟6.2嘅 gameplay。我哋上一集好 abruptly 喺呢度停咗，唔好意思。我哋而家繼續。我哋而家要揾法雷羅啊，呢個亞里西多。咦？我係咪要去執翻？哦，好似要去執翻Zero 翻嚟先，因為我 lost 咗。等啦。嘿，我哋翻嚟執一執 Zero， 同我哋一齊行過去。啊！我應該點算啊？呢個唔係西利亞多嘅咩？法雷羅喺邊度啊？誒，法雷羅嗰條友已經唔喺度啦，嗰條友走咗啊！走咗？嗰條友幾時有咁大膽量㗎？總之佢就唔喺度啦，唔喺度就係唔喺度，此地無銀三百兩。啱啱嗰條友就係亞里西多，就好似我講，佢成日都四圍走，但係佢睇落有啲古怪啊！我感覺好似有啲邊度唔太對勁，唔太對路。我對其他人嘅情感唔太敏感。你對佢啱啱嘅樣有咩睇法啊？睇落佢好似冇講真話。你覺得因為講大話而心虛，但係至少法雷羅唔喺呢度嘅話，應該係真話。既然係咁，點解覺得會有蹊蹺蹊蹺？喺老地方冇見到法雷羅，但係揾到比平時習慣四圍匿嘅西利亞多，唔通係？知我哋係嚟揾法雷羅嘅，但係西利亞多嘅舉止好可疑，快啲追上佢啦！充滿殺氣嘅妖異。喂，西利亞多，我哋需要傾一傾。已經冇時間啦，起風啦，嗰條友要嚟啦，我要走啦，你哋都多加小心啦。咩事啊？佢究竟驚緊啲乜嘢啊？唔理啦，我哋接住佢追上佢啦。咦，要上去喎？係啊，呢度。喂，你一直咁驚做乜嘢啊？究竟係啲咩要過嚟啊？係風啊，風要嚟啦！巴爾巴利希亞要嚟呢度啦！巴爾巴利希亞邊個嚟㗎？再唔走嘅話就冇機會㗎啦！睇下佢察到啲咩？睇個樣佢係察覺到有啲乜嘢喺度接緊，但我冇感覺到任何異常喎。前面就係死路啦，我哋喺嗰度堵住佢咯。死火啦！冇掟走啦！你到底喺度逃避啲乜嘢啊？要嚟啦！風吹過嚟啦！高比澤四天王，風之巴爾巴利希亞過嚟啦！你話咩話？高比澤四大天王，四天王，同佢哋戰鬥過嘅手下唔係俾人食咗，就係被吸納為手下。如果做咗手下，就一直參加聖戰，直到俾邊個食咗為止。巴爾巴利希亞就統領住好多咁樣嘅手下。我唔想再同任何人戰鬥啦，所以先嚟到呢個領域。我總算明白啦，巴爾巴利希亞準備襲擊呢度，而你有察覺，所以先嚟亂走啊。話說西利亞多，點解你對巴爾巴利希亞咁了解嘅？聽講法雷羅先係四天王嘅手下喎。喺老地方見唔到法雷羅嘅身影，
反而係你呆咗喺原地吵鬧住四天王嘅事情，即係話你食咗佢。一食咗可以攞到佢嘅記憶。你個腦轉得幾快嘅喎？佢講得冇錯，你係西利亞多，法法雷羅就係俾你食咗嘅咧。而且今次仲唔係好似平常咁樣單純咁樣補充液態，你連佢嘅靈魂都一齊。你點解會知道㗎？有啱見到你開始我就覺得唔對路，唔單止係你嘅行動可疑啊！就你氣息都同以前唔一樣，就佢話俾我聽係你喐咗手。當然，我唔認為你係一時衝動做嘅，係咪法法雷羅自願俾你食咗佢㗎？果然唔會唔過你。冇錯，法法雷羅冇逃走，係俾我食咗。嗰條友好驚巴爾巴里希亞，一旦淪為佢嘅手下，就一路戰鬥落去，所以佢先希望我可以食咗佢，從而了結一切。佢話佢唔再想參與戰鬥啦。比起永無止境嘅恐懼，佢選擇咗剎那間嘅痛苦啊，都真係似佢作風嘅啫。但就算係咁，法法雷羅都喺度戰慄，我仲聽到佢嘅聲音，佢一直都喺我體內惶恐不安。被他人吞噬嘅靈魂會同吞噬者嘅靈魂混埋一齊，雖然會喪失意識嘅主導權，但唔代表靈魂本身就會完全消失。如果呢度係有死亡嘅世界，想必無論係靈魂嘅記憶都唔會如此清晰咁樣留低啦。到時靈魂就會逐漸咁喺身體中消失，重新回歸到液態嘅循環之中。但好遺憾，喺呢個世界，任何生命都唔會迎嚟咁樣嘅結局。自己永遠就係自己。法法雷羅佢最終都冇可以徹底走啦。佢嘅絕望同埋西利亞多自身嘅恐懼，兩者嘅情感疊加埋一齊，先會搞到呢條友咁恐慌。過冇耐呢度就變成戰場，無論係我哋法法雷羅都唔想俾人食咗，但係已經冇掟走啦。咁你同我哋講下巴爾比利希亞啦。喺開戰之前，我哋想多少有啲了解。已經太遲啦，佢已經好近啦，冇人可以逃得出佢嗰個糾纏環境嘅風㗎。快睇嗰個係瘋子巴爾巴里希亞，佢嚟啦！居然帶住領域一齊過嚟，真係有趣。佢嘅目標八成係你哋，畢竟除咗你哋，冇其他地方出現異狀。你便趁而家同同伴商量一下點樣做啊！唔好期待我會保護你哋喎。我受夠啦，唔係食就係被食，我真係受夠啦，就唔可以放過我咩？係啊，我都有同感。四天王之一喺呢度逼近緊，睇嚟我哋嘅動向，對方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哋冇時間閒聊啦，敵人已經嚟咗啦。佢仲有 Garuda 咁樣。佢塊面有啲雌雄莫辨啊！我本來打算到德羅亞城迎接你哋，冇諗到你哋主動靠咗過嚟。你就係高貝澤手下嘅風天王巴爾巴里希亞？無禮之徒，邊個允許你直呼我嘅名㗎？
仲有呢個領域係咩事啊？未免太唔像樣啦吧？一隻臭魚爛蝦，真係礙眼。哼，斯卡米流尼真係可憐。我諗你哋肯定唔係為咗對付佢先嚟㗎啦。我哋係嚟揾龍㗎，佢係幾千年前嚟到呢度。你知唔知啲乜嘢啊？龍？原來係咁。不愧係高貝澤大人，原來係為咗引嚟更美味嘅獵物，為咗向呢一份深謀遠慮表示敬意，就俾我將呢啲家伙嘅靈魂全部食晒啦！即係話，你知道阿朱達啊？佢而家喺邊度？我都喺你身上感受到喎，嗰無比美味嘅龍嘅味道。唔好以為我哋會咁簡單俾你食咗。唔好講，畢竟我同只會搞偷襲嘅斯卡米流尼唔一樣。上次有龍嘅事情就嚟我嘅領域啦，我會好好招待你哋。梗係啦，想逃走冇事，只不過到時呢個領域裏面嘅臭魚爛蝦會點呢？真係令人愉悅啊！我哋要點做？呢個恐怕係陷阱。係啊，但就算係陷阱，我哋都唔可以逃走噶嘛。我哋出發啦，姐羅，你要唔要一齊嚟啊？我確實對你哋嘅行動好感興趣。但係仲未到簡簡單單就中咗挑釁，特登去跑去佢請佢食我嘅程度。除非你哋明㗎啦，又要越泰，今次嘅代價就我嚟啦。我仲有未竟之事，所以只要給我留下足夠活動嘅量，你想食幾多都得。就連巴爾巴里希亞都想有個越泰，我相信你應該好清楚佢嘅價值。好，講好啦。根本上會有嗰個 dungeon 咯，但係佢已經用咗個 dungeon 額咯。既然咁樣定，我就即刻出發啦。戰場喺對方嘅領域，我哋自然冇必要俾準備嘅時間佢。我都贊同你嘅觀點，不過因為我哋到嚟呢度嘅妖異受到牽連，如果之後你需要時間為佢哋，唔使操心，弱者只會俾強者遊難。我仲係未識讀，就係呢個世界嘅日常。想要嘅話，就要靠力量奪取，呢個就係妖異嘅本性啊！咁我哋就入鄉隨俗，大幹一場。風嘅領域，俾個忠告你，聽巴爾巴里希亞嘅口氣，我哋只要戰勝佢就可以獲得情報。但係面對可以無限復活嘅妖異，好難透過戰鬥分出勝負。如果想避免同斯卡米流尼戰鬥嗰陣嘅徒勞，最好乾淨利落咁樣對冧佢，然後將佢封印喺液晶石裏面。
即使佢變咗做液晶石，你都可以見到佢嘅過去吧。我可以盡量試下，但係唔保證成功。盡管努力啦，如果唔得，只可以諗其他辦法啦。呢場戰鬥都唔係我哋獲得阿朱達亞線索嘅唯一機會。繼斯卡米流尼之後，如果連阿爾巴利希亞都俾人打到，高貝澤應該會有所行動。咁樣嚟我哋就慳時間啦，因為一直尋覓對手可能會自己送上門。我都咁諗。不過考慮到斯卡米流尼嘅實力，今次恐怕都係一場苦戰。打到巴爾巴利希亞之後，即刻將佢封入液晶石裏面，呢個應該係我哋目前可以做到嘅最佳方案。既然方針定咗，我哋就搭呢一個妖異尼斯洛前往巴爾巴利希亞嘅領域。總之個結論係去巴爾巴利希亞度。唔係淨得你哋線係空戰嘅。龍騎嘅跳躍能力真好，叫佢跳咗落街。哇，幾好，就有打交，集兵就交俾我哋。你去對付巴爾巴利希亞，要我打交？哇！亞謝姆嘅水晶，幫咗7隻嘢出嚟，咁都 spawn 到。呢度有吓 ！Oh my god！ What the fuck？唔係6.3先有嘅咩？你呢個6.3嚟㗎？好，我哋用咩牌好啊？我應該會用召喚牌，跟住召喚牌唔到，我先會用換治療。好，我哋而家去睇下先。我哋有啦，我最後用咗賢者牌啊。高比特4天王巴爾巴利希亞，幾有趣啊！我哋最後個 trial 過嚟6.2度，係啱啱 check 咗呢個6.2，呢就係我嘅領域，接受狂風嘅洗禮，成為我嘅食物啦！但我冇撳到。哦。
OK，大家都唔識打。我が髪は風のように自由気まま。しなやかに、そして強く。又係整走佢個。我們應該要食。感じるだろう、この風を。これくらいは死ぬで見せるか。なれば私も本気を出すしよう。OK transition。佢變身啦！佢變身啦！你哋全部對啦 ！Oh my god！你覺得呢個會唔會變大啊？有冇啊？哦，我可以死啦！冇事冇事。睇唔到嘢啊！
我係彈斷咗線都頂。目障りなんだよ。上等だこら。我唔係我要開波。速攻で蹴りつけてやるよ。我冇開呢個啊，成日都睇下先。なめてんじゃねえぞ。咁啊，第三手啊！調子乗ってんじゃないよ。バカな。我邊有可能會輸？點解呢啲全部都係新打嘅？好，我哋嚟睇劇情。あの竜のエテルを持っ該死！如果可以食到咁多嗰條龍嘅月太，もらったぞ。消失啦！チクシ仆街！Nice， 其實有少少俾編劇召喚咗出嚟，跟住瓜咗咯，但係我嫌佢冇乜劇情啊，冇乜氣氛。唔通我哋唔會打阿高貝扎？無事にバルバリシアを倒せた我睇你成功打低咗巴爾巴利希亞，做得幹得漂亮。手下の用意たちは佢手下嘅妖異都嚇到四散而逃啦。彼女は你聽唔聽到啲咩關於阿朱達亞嘅情報啊？佢話佢如果食到多啲嗰條龍嘅月太就更好啦。そうか。好啦，呢晶石中嘅記憶都冇辦法讀取出嚟，睇嚟我哋仲有好長嘅路要行。だがまあ但係都唔係完全冇收穫。而家可以確定高貝澤呢一伙人知道阿朱達亞嘅事，而且只要有 Zero 嘅能力，我哋就可以對付佢哋。確かに。確實，我哋可以調查到呢一步都多虧咗你，多謝你願意幫手。調査が進められた。報酬そういう契約だった我から哋定下嘅唔係就咁樣契約咩？你都應該將月太。Oh no！これは佢月太就嚟耗盡啦，エーテルが尽きかけ可能係嗰個ているんだ轉化益晶石嘅能力消耗好大。
こいつを書いた狀態で少咗佢嘅情況下遭到妖異襲擊，可能有啲麻煩。我都係翻去之前嗰個墜落咯。私も同意見だ。姉さんの手がかりを得られたからこそ。我同意，好唔容易得到關於家姐嘅線索，太急於求成可能會適得其反。點解我哋唔係而家餵啲液體俾佢先啊？今回の探索はここまで今次嘅探索就先嚟到呢度咯。まずはゼ我哋要俾ロ零治療啊！我想講啱啱個多咗我排咗啱啱個 rate 我排咗成45分鐘，黐鬼線。Yoshla， 雖然 Zero 嘅意識仲未恢復，但我覺得佢應該冇性命之憂。不過佢畢竟係半妖異，同我哋都有啲分別嘅。觀察下佢嘅情況，在此期間，我哋商討一下，跟住落嚟應該點樣行動啦。阿謝冇嘅水晶。佢睇嚟冇乜大礙，我哋就咁等佢恢復意識啊！坦白咁講，我好難確定佢幾時會醒返。就算為佢補充液態，喺到呢度嘅環境同埋我哋可以負擔嘅量，恐怕都收效甚微。我認為都係帶佢返去原初世界比較好，嗰邊有唔少補充液態嘅方法。雖然冇徵得佢本人同意，但係而家顧唔到咁多啦。就算佢係呢個領域嘅主人，我哋都唔可以將佢咁樣掉俾一班飢腸轆轆嘅妖異。如果佢醒返之後想返嚟呢度，我會送佢過嚟嘅。係啦，封印咗巴爾比利希亞嘅益晶石，你就攞住先啦，話唔定幾時會派上用場。咦，嗰條友冧低咗，你找 Zero 有咩事啊？出面嚟有一個新人，係巴爾巴利希亞嘅手下，佢話想住喺呢個領域度。等嗰條友醒返，記得同佢講呢度多咗一個居民。巴爾巴利希亞嘅手下，你如果咁在意嘅話，就揾新嚟嗰個妖異傾下，之後我就同 Zero 説明一下。多謝。Uni， 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去啊？可能我去獲得一啲關於高貝澤嘅情報。呢個咪打倒咗巴爾巴利希亞嘅家伙們，我唔會同你哋為敵，我會乖乖聽話，所以俾我留喺呢度啦。既然你唔打算同我哋為敵，就如實作答。高貝澤究竟係啲咩人啊？我都唔清楚，可以入高貝澤領域嘅只有佢手下嘅4天王，我甚至都唔知佢領域喺邊度啊。照咁講，咁應該係唔係一個好容易揾到嘅地方喎。高貝澤嘅同領域外嘅手下係點樣聯絡㗎？嗰嚿嘢好似叫咩碑啊？用佢就可以同遠方嘅家伙聯絡。其他我就唔清楚啦。喺呢個世界都有通訊珠咁樣嘅嘢，多謝你提供嘅情報。早睇你收穫，我諗都係時候返原初世界啦。總唔可以叫嗰邊嘅人等太耐。我先返 Zero 嘅住所等你，你做好準備就過嚟打招呼啦。所以我上一次打我係爭半個鐘嘅劇情，可惜。你準備好未啊？返去原初世界之後咧，就需要暫時關閉虛無界之門，咁一嚟就冇辦法嚟到呢邊啦。咁我哋前往德羅亞城，返去原初世界啦。
佢哋就咁樣凍咗喺度啊！哦，都平安歸嚟啦！不愧係你哋啊！佢喺異世界都可以一啲事都冇。それではゲートを閉じる。咁我將門閂埋咯。我覺得會出啲奇怪嘢咯，有啲嘢又要彈出嚟啊嘛。冇啊！竟然これでよし。好，咁樣一嚟通往虛無界之門就再次關閉啦。私たちがあちらへ渡呢邊嘅情況點啊？我諗肯定有唔少異業入侵過嚟，各位都還好嘛？小競り合いが都係小衝突啫，我都喺事先埋伏，再突然發起攻擊，所以冇咩出現咩損傷。そうか。係啊，咁就好。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謝。それも悪くないけ除咗ど感謝，你係咪仲應該講下其他嘢啊もっ？と他にただいまとかな。當一個家庭成員由遠途旅行歸來嘅時候，佢應該同屋企人講一啲表達禮儀嘅説話，譬如我翻嚟啦。そうだ。係。ただいま。各位，我翻嚟啦。ナザ班の皆。回家嘅感覺真好。おう、おかえり。歡迎你翻嚟啊，阿伊莎。メガドゥタ宮に。我喺雲市宮為你準備咗房間，先將 Zero 安置喺嗰度啦。完啦完啦！Uni，佛利多加大人已經吩咐過啦，清楚嚟啊！拉屎。思わぬ展開となったが。儘管你遇到好多意料之外嘅情況，但係總算順利翻咗嚟。皆も休みたいとこ不過ろだと各位休息之前，重々承知我仲有一件しているが事想同你商量一下，ゼロのことだな。係 Zero 嘅事吧？こうして彼女を雖然我哋將佢帶翻咗嚟原初世界，但佢好似仲未醒翻。エーテルの不足が昏睡の原因如果話之で前暈低咗係因為液態唔夠嘅話，咁我將液態分俾佢，佢係咪就可以恢復㗎啦？喺喺荒蕪嘅第三世界，補充液態嘅方法好有限，無論係交易定係吞食，基本上都只可以由其他主體嗰度獲得。但原初世界唔一樣，呢度充滿咗環境液態。就算佢而家冇甦醒過嚟，都喺一呼一吸之間得到補充。では你嘅意思係佢嘅情況冇咁危急？係啊，你唔使太擔心。另外喺佢醒翻之後，可以試下俾佢食啲嘢。佢嘅身體由表面睇落同人類冇太大嘅分別，應該同我哋一樣可以透過飲食嚟攝取能量。雖然你應承過佢會俾液態佢，不過用肉同埋水果幫佢補充應該冇問題吧？なるほど。有道理，可以試下。是是就是是。こっちの世界で眠っていると。由呢個瞓着嘅樣嚟睇，佢完全就係一個普通嘅人類，畢竟淨係得一半係妖兒。佢之前講過係因為 Zenos 嗰個唔合理嘅契約，先導致佢變成我哋一開始見到嗰副模樣。喺同我哋接觸之後，受到光之水晶嘅影響 ，Light the Crystal， 佢哋先恢復原本嘅形態。所以我猜想，可能係暗屬性嘅力量放大咗佢妖異嘅一面。
ゼノスにそんな知識我唔覺得があったとは Zenos 會具備咁樣嘅知識，但佢係 Ferdinand 俾佢嘅主意。彼女が完全な如果佢完妖異全體だったら嘅妖異，就掂咗個水晶都冇有任何變化吧。汎用であるゼロとあな總覺得你哋嘅たが出会ったのは相遇都係 Hylian 嘅指引。どこか第13世界で探索若想喺第13世界繼續探索靈嘅嗰種將妖異變成英晶石嘅力量係不可或缺必要嘅。不可欠だ。しかし但係佢同眾多妖異一樣，就一定係契日先會行動。睇你喺下次調查嘅時候，我哋仲要同佢交涉。同一時間㗎嘛？佢應該都係 cut 線，係。咦？仲有喎、光明的世界。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離開一陣啊？我想去一轉煉金術制堂。雖然話護人靈魂喺今次嘅探索裏面發揮咗十足嘅效果，但係唔知有冇受到嗰邊嘅影響。我打算請煉金術師幫手睇一睇，以防萬一。有道理，我將呢腳身體交俾佢哋調整一下好啦。咁就揾嗰啲星戰士啦，趁住未忘記同妖異戰鬥嘅技巧，我教佢哋幾招先。你有冇啲咩安排啊？文進，我仲未諗好。你得閒嘅話，可唔可以麻煩你一件事啊？我想為靈準備啲嘢食，俾佢醒翻嗰陣享用。你可唔可以梅麗德酒房挑選一下？多謝。呢段期間，我打算俾尼達拿嚟看照領。據說佢得知我哋翻嚟嘅消息之後，趕往呢邊啦。咁就先解散啦。等各自將事情處理好，再喺呢度集合。哦，冇事冇事，我以為我喺拉澤漢出面咯。啱嘅。梅麗德酒房。你得閒都去搞一搞嗰個職能任務，係得閒先。可能下次翻到嚟我就搞完。歡迎嚟到梅麗德酒房，請入座啊！咩話？總督大人嘅客人餓到暈低咗。既然係咁，我會盡力滿足你嘅要求。你需要啲咩菜品啊？解除疲勞嘅話，食唔食？我睇唔嘅。呢個提議唔錯。咁請你收下呢個香甜又豐富、富有營養嘅蘋果啊！祝個客人等佢康復之後，歡迎光臨本店享用美食。有助我可以幫到手嘅，請盡管講啊！我真係嚟跑一跑腿，光之跑腿。跑腿係咪廣東話嚟？廣東話嚟？唔記得。歡迎翻嚟，啱啱嚟達娜女士來訪，而家喺度照顧 Zero 小姐。請問你係咪都要前往客房啊？光。呢度係旅店。係啦，我喺旅行中途暈低咗。冇時間慢慢休息啦，要快啲翻去戰鬥先得。我一定要。你醒啦？
咩嚟㗎？新型嘅魔物新手の魔物か。新種の魔物咩話？新型嘅魔物喺邊度啊？喺邊度啊？冗談哎呀，而家唔係講笑嘅時候啊！呢度係原初世界，同你哋嗰個世界相鄰嘅異世界。有你失去咗意識，佢哋就將你帶咗翻嚟。你等等，我而家就叫大家，我而家將大家叫過嚟啊！食事を用意させてもらった。我哋為你準備啲嘢食，如果可以幫你補充月態就好啦君のエーテル不。足を補えるといいんだが。你係呢呢個藥好嘅唔一樣喎，算啦冇所謂，只要可以補充同樣嘅量就得啦。ちょっと待って等等，唔通你唔知點樣食嘢啊？食事の取り方を知らないの嗯，我已經吸收咗裏面嘅月態咯それじゃあダメ喎，だ就係吸收月態點得㗎？你將嘢食攞到嘴邊，咬一細啖，ちゃんと咬碎之後再吞落去。そうそう冇錯就係咁，係咪好好食啊？よくわからない。我分唔出好唔好食，長く食事をとってこなかったこと會唔會因為太耐冇食過味覚が冇鈍くな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真ない係食過嘢，味覺變得遲鈍啊？用意を食うのにそんな有可能ものは必要醫之間互相吞食都用唔上味覺。エーテルの質によって根據月態，自分の雖然月態根嘅品質唔馴染みやす同いかどう，か用咁自身靈魂嘅效率會有差別。それを味と表有啲現する自以為有品味嘅家伙會モン將呢一種差別叫做味道。スターそもそも私は但我本來就唔中意食妖異呢一種行為，好似咁樣攝出零散嘅月態還好，同其他妖異過度融合會導致失去自我。そうなるぐらいなら如果佢變成咁嘅樣，不如俾我選擇餓死。實際上我都因為因此而死過好多次。啊？咁死咗之後會點啊？どうもこうも唔會點，過一陣就會自己復活㗎啦，之後嘅生命力都會一齊恢復。もっとも不過為咗避免喺死亡時間俾其他妖異食咗，都要注意一下地點。太不可思議啦！如果可以俾研究永生同埋復活嘅煉金術師聽到，佢哋一定會興奮不已㗎。ともかく總之食事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て你靠食嘢補充月，你可以靠月態補充食嘢補充月態真係太好啦！比起其他人提供月態，都係呢種方式咁適合你吧？ああそうだな冇錯。以後只要定期俾我食呢一種嘢就得啦。承知した。放心啦，你而家係我嘅客人，完全唔使擔心食住問題。係啦，仲有一樣嘢，今更だが係我哋擅自決定將你帶翻嚟呢個世界嘅。雖然而家可能有啲遲，不過都係想表示歉意。如果你唔想留喺呢度嘅話，等月態恢復，我哋就可以將你送翻過去㗎啦。別にいい冇事，我都唔係一定要翻去嗰個世界不可。それにどうせ反正你哋都要再過去㗎啦。そのつもりだ。冇錯，我仲需要揾到我家姐，俾將咗佢帶翻嚟。まだ我覺得6.30呢個角色一定會死啦。そのことはまだ分かっていないが雖然而家都淨係推測，但係如果阿朱達亞真係落入咗高貝澤手中，講真，我恨不得即刻要翻去繼續調查。とはいえあちらの但你已經充分感受到嗰邊特殊性，為咗唔白白斷送呢一個隔幾千年先遇到嘅良機，我哋打算慎重咁樣推進調查。妥當だな好合理，
你哋只係喺嗰邊停留咗好短嘅時間，就引發咗咁多嘅問題。雖然今次順利翻嚟，但可能下次就冇咁好彩㗎啦。危険は承知の上だ。我哋明白前方危險，所以我都認為應該要做好萬全嘅準備再去。我哋會稍作休息，最後一啲必要嘅準備。喺呢段時間裏面，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可唔可以同我哋詳細講下嗰個世界嘅事啊？作為回報，我都會為你介紹呢個世界。譬如你而家所在嘅就係我所治理嘅國家，叫做拉扎罕。我希望可以帶你四處逛逛，四圍行下。再次成為呢個世界嘅客人啊！你都一齊嚟啊！你同意嘅話，契約就成啦。多謝。佢個 idea 係喺黑白嘅人上面要加啲色彩咯，所以要俾紅色嘅蘋果。我可以揀肉嘅，肉就唔係，唔知肉會係咩樣嘅。呢邊嘅世界真係充滿咗月態嘅啫，淨係凝練出嚟嘅微風都令人感覺非常愜意。好高興可以聽到你咁講，跟住落嚟有冇咩想去嘅地方啊？我冇咩特別想去嘅地方，佢又唔知呢度有啲乜嘢。一定要講嘅話，我想了解下啱啱食嘅嘢喺邊度搞嚟嘅，所以我應該唔會再暈低。不過都想認下路，以備不時之需。冇問題，咁我哋就出發前往梅麗德酒房啦。我會將嗰度嘅服務員利爾介紹俾你。噔噔噔，梅麗德酒房。其實都可以俾玲同埋梅麗德見一見，不過佢如果想學識自己點菜，都係將服務員介紹俾佢就好啦。笑死！呢就係目的地啊？點講好呢？跟個空氣唔一樣，我唔係講溫度啊，冇錯，就係呢種特別嘅氣味。我以前留過嗰間房，仲有宮殿都冇呢種氣味。哦，呢個係飯菜嘅香味。人們都話拉扎漢嘅菜肴淨係香味都會令人垂涎三尺，話唔定你邊日都會體會到咩叫美味。歡迎光臨梅麗德酒房。你好，尼尼爾，呢個係我嘅客人 Zero。佢喺拉扎漢呢段時間，希望你可以喺飲食方面多關照一下。哦，原來呢位就係梅麗小姐同我講過啦。肚餓嘅時候，可以隨時嚟到呢度啊。頭先你食嘅嘢就喺 Uni 呢度攞過去嘅。雖然宮殿裏面都有廚房，不過如果想要隨便食啲嘢嘅時候，都係嚟呢度比較方便。好啊，我會記住噶啦。喺隔離嘅台上面揈嚟揈去嗰條友做過啲咩啊？呢個都同用餐有關㗎。哦，呢位舞者啊，佢哋跳舞係俾觀眾帶嚟喜悅，舞蹈係我哋嘅文化嘅一部分。我呢度最普遍嘅娛樂就係跳舞。娛樂啊，我哋妖異中意更直接嘅快樂。你哋嘅文化對我嚟講真係太複雜啦。但係你嘅世界都應該有過咁複雜嘅娛樂文化吧？我一早就唔記得啦。好啦，跟住落嚟就去巴爾海恩大巴扎，你可以去嗰度揾到世界各地嘅商品。以後咪應該喺呢度行出去，冇乜分別。呢度嘅嘢明顯比其他地方多，到底係做啲咩嘅地方？呢度係市場，拉扎漢自古就作為貿易轉運站繁榮至今，除咗國產嘅商品，仲有羅列住好多世界各地嘅珍品。呢度通常用貨幣或者神典石進行交易。如果呢啲咩需要嘅物件，可以直接同我講。神典石啊，原來係做呢個用嘅。之前被召喚到呢一邊嘅妖異曾經攞翻去咁樣嘅嘢。我以前一直都唔理解點解人類會收集呢啲無法實用嘅嘢。話時話，嗰邊嘅世界好似冇見到商店之類嘅地方。唔通話妖異雖然擁有交易同埋契約嘅概念，但係唔透過物品進行交易㗎？唔係冇就好少見啫。我哋做交易嘅目的基本上都係想俾對方幫自己做啲乜嘢。
如果淨係想獲得對方手上面嘅嘢，咁直接懟冧對方就得啦。原來係咁，換成我哋嘅講法就係、即係建立僱傭同埋勞動嘅關係，梗係先要成立。我記低啦。咁我下一個地方啦，跟住落嚟呢度嚟煉金術堂，煉金術就堂比較近，我哋去見下嗰度嘅工作人員伊斯啊、沙、梳啊、婆梳啊。Hello，弗里多大人，之前你交俾我哋嘅身體仲未調整好啊？唔好意思，我唔係嚟催你嘅，就按照你哋嘅諗法去做咯。我相信你哋嘅手藝。呢個煉金術就係躺喺研製煉金藥嘅地方，我嘅身體都係佢哋繼續製造出嚟嘅。我想就算係半吊兒嘅身體，佢哋都可以診斷治療。突然間諗到，你見到我個樣，竟然毫不驚訝。你開始見到呢個身體不過係一個容器啦。喺虛無界，你呢種情況唔稀奇。有唔少家伙捨棄咗脆弱嘅肉體，將靈魂附咗喺鎧甲之類嘅嘢上面。哎呀，你就係傳聞中嘅客人啊！呢度嘅煉金術師都對你好有興趣啊！要入嚟飲杯茶，順便同我哋講下你嘅故事。我拒絕，我已經攝取咗足夠嘅嘢食㗎啦。而且去梅里德酒房嘅話，就算不費口舌都可以攞到補給。得啦，呢件事等以後再講啦。我哋翻去雲市宮嗰邊啦。咁喺途中有啲咩令你在意嘅地方，就盡管問。去咯！睇佢講咩先？被 Zenos 操控嗰陣，我基本上冇嚟過啲咁熱鬧嘅地方，只記得化咗廢墟嘅城市同虛無嘅差別唔大。好似咁樣再呢個就係生產嘢食嘅地方啊！咁細嘅果實點會食得飽啊？呢係桑田，雖然桑樹嘅果實可以食用，但係主要係用桑葉養蠶。蠶絲淨係製作拉贊漢傳統織物嘅材料。除此以外，桑樹嘅根皮都可以作為生藥使用。可以話呢個植物全身上下都係寶啊！除咗食用以外，仲有其他利用價值㗎。我仲未諗過可以咁添。啊，係弗里多拉大人，仲有冇謙真哥哥啊？你哋應該係穆納德阿斯納兄妹啦。孤兒院嘅生活冇咩問題啊嘛。我覺得佢唔應該係我覺得本身原本應該唔係孤兒院嘅咯。多謝你嘅關心，覺得好似我哋呢啲失去咗父母嘅孩子，我哋互相支援，相處得幾融合。我哋可能喺呢個世界孤兒院冇貶義嘅意思。Estinian 哥哥都會過嚟睇我哋，所以呢一啲都唔寂寞啊！真係㗎 ，Estinian 佢都去過，係啊，咁就好。呢個哥哥嘅朋友啊，朋友係咩意思啊？你唔知咩係朋友啊？佢嚟自遙遠嘅國度，啱啱嚟到呢度唔耐，所以我對我哋嘅語言同習慣都唔太熟。咁我嚟教你啊，朋友就係一個可以喺埋一齊可以令到自己感到快樂嘅人，喺埋一齊可以感到快樂。Zenos 稱你為摯友，同你刀刃相見嗰陣睇落好快樂，呢個就係所謂嘅朋友啊。差唔多吧，係咁啊。但好似咁樣淨係共享一時快樂，只是共享一時快樂嘅人真係咁重要咩？ Zenos 為咗見你，甚至不惜拼上性命都要前往宇宙，呢個又係點解呢？算啦，
呢啲嘢都冇必要諗，我又唔係嗰條友，更加唔需要了解佢。係我説明得唔係好了解啊，每次我都唔知點樣令你同你講清楚，唔使道歉，淨係無法理解啫。呢個對於你哋嚟講應該係常識啦。咁我哋差唔多要走啦，仲有嘢要去買。再見，好高興見到你。透過 Xenos， 我自以為了解咗呢邊嘅世界，但係我而家先發現，知道嘅越多，甜品嘅未知就越多。呢邊嘅生活方式同埋價值觀實在太多元、太豐富，加令我目不暇。你又知咩叫價值觀嘅？即係點講講？不賴，但同你一齊行動嘅話，我先獲得更鮮明深刻嘅體驗、經驗。睇嚟我嘅選擇係啱嘅。OK， 我講錯咗，係仲有好多劇情。睇嚟同 Zero 度過一段有意義嘅時光，都多謝你一路相陪。好啦，我哋翻雲市公客房啊，應該呢度完。跟住佢又未完㗎嘛，我又立緊 flag， 我都又立 flag。Uni 歡迎翻嚟，請問你都要入去嗎？街を回ってみた感想點啊？喺城裏面行咗一圈有咩感想啊？人間が多い。人類好多，多謝。其實對於你嚟講，呢個可能已經係最令人驚訝嘅地方啦。呢個城市仲有人以接待同埋引導旅客為義，如果你仲想深入了解嘅，我可以為你安排。唔使啦，之後隨便行下就得。不過，雖然你同我講咗咁多嘢，關於我嘅故鄉，我冇太多可以講嘅。我仲記得一啲講述歷史嘅詩歌，但我唔清楚嗰啲係咪歷史嘅真相。如果你哋覺得咁樣嘅內容都冇事，咁我就講下益晶戰爭啦。可以話，淨係嗰場戰爭導致世界被黑暗所吞沒。可以，冇問題。雖然嗰個世界已經係咪完全黑暗，但曾經都有個充滿光芒嘅安寧時代。但係突然間有一日，暗之使徒出現咗，佢哋俾人們帶嚟咗一種全新嘅法術，可以召喚名為幻魔嘅暗屬性怪物。喺祈禱同埋許願嘅力量下，一個個都擁有強大力量嘅幻魔被召喚咗出嚟。如果暗之使徒就係無影嘅話，個幻魔就應該相當於敗神啦。睇嚟你哋世界都有類似嘅嘢，咁你哋應該可以明白幻魔嘅出現代表紛爭嘅開啟。而弱者就永遠都會成為紛爭嘅犧牲品。喺全世界都陷入混亂同埋悲傷之時，一啲有異能嘅年輕人企咗出嚟，佢哋擁有可以將幻魔嘅液態封印喺益晶石裏面嘅能力，所以被稱為益晶師。我阿媽就係其中一個人，但係喺封印幻魔嘅過程裏面，佢接觸到強烈嘅暗屬性液態，導致腹中嘅我變成一半妖異。即係話，好似你咁樣嘅半妖異喺暗之氾濫爆發之前就出現咗。個暗之氾濫又點樣爆發嘅呢？既然益晶師已經扼殺咗災惡嘅幼苗，咁呢個世界咪應該恢復和平咯？扼殺
原本嘅災難確實俾人打消咗，但係有光嘅地方一定有陰世影。界を救ったはずのメモリア使いに拯救世界嘅益精師，そこに佢逐漸被封印喺其中嘅暗之力所吸引。信じがたいことに佢哋引發出益精石將蘊含嘅暗之力，將人類變成咗魔物，即係你哋所講嘅妖異。跟住嗰啲魔物接替咗幻魔嘅位置，新嘅戰爭爆發咗啦。戦争の功労者が戰爭嘅英雄因為受壓力量而走上歧途，呢啲事情即係無論喺邊度都會發生。當然唔係所有嘅益精師都動咗邪念，其中亦都有人組成咗暗之陣營相對嘅，同暗之陣營相對嘅光之陣營。我同我阿媽都係其中嘅成員，我哋奮鬥咗好多年，驅除咗好多黑暗，但係我哋冇能夠將佢哋全部消滅。我哋嘅力量即係用盡嘅時候，世界崩壞咗啦。闇の反乱が起きた。暗之反亂爆發咗，漫天嘅星光消失咗，黑色嘅帷幕籠罩一切，暗之奔流令到次元嘅壁壘再次產生裂縫。我無力反抗，亦都無處可逃，最終被人吸咗入去。所以我哋一直被困喺時光夾縫裏面，嗰段時間過於漫長，我甚至感覺永遠無法離開。不過呢個念頭偶爾生成，雖然好細，但足以俾我喺夾縫中脱身。跟住喺眼前嘅就一切都已經結束嘅故鄉啦，就係你哋所見到嗰個世界。即係話你冇因為暗之泛濫而變成完全喺妖異，而係以半妖異嘅狀態翻咗去第13世界。我嘅感受姑且不論，但係他人眼中我肯定係幸運嘅。如果我唔係半妖異嘅話，我怕唔到一日就會俾妖異食咗啦。正因為我嘅人生由一開始嘅結束，就先可以喺已經結束嘅世界裏邊繼續存在。已經結束嘅世界，真係咁㗎？第13世界咪仲存在住？唔係仲存在住咩？咩意思啊？解釋可能要少少時間，不過覺得你需要聽一聽原初世界同鏡像世界關係，仲有啲乜嘢叫世界和平？呢個可以講3粒鐘啊，亦都可以講3分鐘。即係話，我嘅世界同已經被合併嘅其他鏡像世界唔一樣，佢仲我哋都見過被光吞噬嘅第一世界。雖然話有光之巫女喺嗰邊保存咗一部分嘅土地，但同第3世界嘅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係嗰個同樣遭受到毀滅性打擊嘅世界，確實喺失去咗平衡嘅情況下，重新找回黑暗。所以虛無界話唔定都有機會取返光明，令到生命再度開始循環。當然，現階段我哋仲無法證實，可能呢件事唔會咁順利。不過我都係認為，喺對抗世界嘅危機嘅經驗裏面，有少少嘢係可以，亦都有啲嘢係可以傳達俾你嘅。等等，你啱啱開始講説話就怪怪地，就好似你哋打算。但係你哋去虛無界唔係為咗幫亞朱達啊？我哋冇精力喺危險嘅世界做多餘嘅嘢。但係唔代表佢哋會默默咁樣過去。
もっと暁や物分か緣り分僥成緣冇咁簡單。そうだよな。你講得，你話係咧，伙伴。如果阿朱達亞真係被妖異囚禁，咁驅除世界嘅黑暗，相當就係拯救緊佢。對我哋嚟講，呢兩者唔矛盾，只不過做多咗好多嘢啫。勝手にしろ。隨你哋騙咯，隨騙你哋。別に橫掂我冇諗，あの世界をどうに我かしたい我冇想改變嗰個世界，傲嬌啊！それならそれで結構。咁我哋就按照我哋嘅諗法行動嘅喎。だが私たち不過為咗には打倒妖異，我哋仲需要你嘅力量用を倒。すことができる你願唔願意一君の力が齊嚟啊？言っただろ。佢講過，需要我幫手，私に協力を就要俾月太我求め。るならしかもお前たちはゴル更何況你哋已經俾高貝澤釘上咗，契約は契約嘅代價係好高㗎。至少要食多20個蘋果，これは就攞住呢嚿嘢做頂金先啦。完啦。雖然我哋喺虛無界停留嘅時間唔算長，但係至少知道咗家姐仍然活着嘅消息，而且我哋仲可以同靈相遇，真係好幸運。呢個都係多虧咗你，係你俾我繼續前進，先有咗而家嘅結果，好多謝。咩嚟㗎？言歸正傳，既然我哋計劃繼續探索第三世界，咁高貝澤同埋佢嘅羽袋一定會成為我哋嘅阻礙。但只要你哋同 Zero 喺我身邊，我相信就一定可以揾翻家姐㗎。下次嘅探索都拜託你哋啦。與此同時，可能一個燈盡打晒啦。打水火同埋高貝澤，做俾佢開多個 raid。繼斯卡米落嚟之後，巴爾巴利希亞都輸咗，真係冇用嘅嘢。佢哋個消息係正確嘅，佢確實有能力將我哋變成液晶石。既然佢哋喺度揾龍，咁遲早會揾到嚟呢度。聖戰之中來臨，可能我哋應該趁而家解決，後顧之憂。關於呢件事，我有一計，一個可以清除佢哋嘅妙計。只是確保萬無一失，我仲需要海納槽嘅力量。只可以享受戰鬥，我冇所謂。雖然俾你哋利用，感覺好唔爽，但我都唔中意喐，我都唔中意用腦。有信心係好事，不過你唔會重蹈巴爾巴利希亞嘅覆轍吧？打完未成就生死雲散，都絕非我所願。但係如果可以為聖戰奠定基礎，我今日獻出所有嘅力量，用我嘅烈火燒開前進之路。係啊，咁你哋去咯，你必將收到捷報。太好啦，終於可以大打一場。海納槽係水啊，水之悲。可能個劇情會做到6.4。
我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前進，即使失去所有四天王，我都唔可以停下腳步。對我嘅聖戰嚟講，呢種停滯之力將會成為阻礙。你要記住，殺咗你嘅人，淨係俾予你交護嘅人，詛咒自己命運，然後消失啦，消失啦。咦，白色？我以當時嘅決心發誓，係阿蛇心啊！所以我唔係好記得個劇情。門已經被打開，而家我終於可以實現打完啦！好，咁段記憶，多謝各位，我哋玩完6.2啦，我哋下次翻嚟再玩6.3，咁我哋下次再見。